家甜心朱海军，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小王子吴永斌，分享薯干，乡亲同乐飞，大家来上飞。哇，又搁见面有喽！请管理了。谈讲今日有特别安排东竞赛节目，系咪？冇唔錯哦，東京生。今日節目真厲害呢。然後你講，今日嘅產水咋啦哈？不單只是唱歌而已。哎呦，唱歌哦。你看，唱歌很棒啊。啲人面條前衝過誒，係咪係在關東面前關東煮面前耍大刀。關公面前耍大刀。所以我今日一聽我前日邊個較厲害嘅？秦某咧，秦某咧。啊唔係嘅，真簡單嘅，真多人報名咧。好啦，誒，根本嘅表演啊，表演當然要有評審欣賞，咩關係啊？客家師傅處嘅處長陳麗萍陳處長，歌曲創作人傅雅敏先生、吳可先生、吳國勇先生。喺表演之前，先嚟安排一隻評審欣賞我來表演。吳老師還是傅老師？邀請到的是我們的客家事務處的處長。什麼？你再說一次？那你會表演？冇錯，就係處長，處長我來表演。哦，你看，你嘅鄉親同我比。我哋宿舍一段時間咧，我唔知。你冇看過係啊？我表演乜嘅？答案要啲嘅。定限咗啲嘅。觀眾朋友。定限咗啲嘅啊！老愛聽下來，拭目以待我們陳組長的陳麗萍老師的表演。我睇一期從恆春民謠，用嚟睇客家人。歡迎客家來開鄉親同樂。雷公雷衝我愛的你下綠隊，三九六天咯，衝出真情愛，主持人咯，共發在那。冇錯啊！其實講到呀，咁我佢感謝阿婆我爸爸，因為阿婆同我哋同我哋打頓嚟講，我哋客家人一定可以講客家話。係錯。喺40年前同我哋恆春。喺恆春，我哋啲啊陳太要去睇那頓我哋一見睇松樹相機，從銀河綠花。結果遇到幾年，因為教音樂，阿同龍龍睇食向海。要本來係什麼樣當中冇乜相同嘅，本來啲講，其實我哋講係什麼樣要睇呀，我可以隨時去表達，我所看到嘅、所聽到嘅、所聞到嘅。聽到嘅朋友是最聽眾上鼓勵下啦。衝了以後，講了以後，
那首先，俺们的初衷啊，哈，一直不断的在这，尤其是这近几年呢，很努力也很卖力的在推广俺们的客家文化，啊，希望咱呀个客家文化哈继续发扬光大。所以今天呢，嘛有请到我们的丽萍姐姐哈，俺们陈处长担任我们今天的评审，好，多谢他精彩表演。系啊，刚刚听看到是俺们的安排节目，好看嘛？一定认真的啦。好了，我们拭目以待了，俺们来看下来看第一组嘅表演。参赛者表演体由评审判分数，3位评审每个人各有50点呢，每10点呢代表奖金100万元，系讲得到满分是50点，就做得到奖金2000元咯。赏鼓励哦，好精彩哦！懂精彩一个表演呢，听得懂客家话吗？我会讲一点点，可是听不太懂。好，那你把你会讲的，还有他们，好，来，好啊，大家好，欣赏按奖，阿妹按奖，阿公关眼刀，奶妈关眼刀，海六老师演的海式现腔，混血儿，混血儿。哎，听说你们这一团也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妹妹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是你全台年纪最小的女 VP， 在哪里？女 VP， 是你呀？哎呦，出国比赛得名的吗？哦，可以 solo 一小段吗？一小段就好哦。
哎呀，他那个还要麦克风。来，我们小康要 solo。换我，换我。哎呦，你那个是不插电的，他这个插满电的，我刚刚差点被电到。换我。萧敬腾，你也会吗？萧敬腾，来真的假的？PK。哦，有。对啊，吴老师，交给你了。小朋友小年纪，然后所有的拍点啊，或者是唱主旋律的啦，或者是伴奏的啦，或者是都很棒哦。刚才的表演都很棒。那听你们后面这一段的那个访问更棒。即兴演出了，真的是另眼相看，目瞪口呆，对，有目瞪口呆到了哈。幽默还是唔低的，宽粉主讲低的。好，三位老师，夹夹，请点灯。他也嘛起每时，利用杂茶做些时间打情骂俏。啊对，咋呀一行咋。哎呦。嘎，请给灯。胜一轮，一致通过。哎呀，什么那个谨慎欣赏。这边叫少女，这个信义国小杰出校友哈。对，嘎，那宽爱子表演。杭州山沿西，满山的插头树红红青昏迷，有残泪共地，所求谁变心，插头穷个身插呀嘛去每时。心关紧相对门山嘅歌词，用办心情应来见唔天，口言讲道理下冇提起，讲伊无偏见，用个山啊。满山的插头树红红青昏迷，有残泪共地，所求谁变心，插头穷个身插入嘛去每心，插个两片轮入一心。心关紧相对门山嘅歌词，用办心情紧来紧唔天，口言讲道理下冇提起，讲伊无偏见，用个山啊。
心肝紧上对门山的阿哥亲，两班心情紧来紧唔天，口言讲道理哈忙提起，讲伊无偏见，勇甲山啊。很姿势，哎呀，哎呀呀，妈的时间最快了，美女哎呀，韩国也最快乐。因为上一线耶稣各位充分太家汤咧哎呀，，因为要是杂差什么吼，嘿伊的音乐啦、旋律拢过轻快。哎呀，伊的歌词嘛写过有意思啊。像头班人吼，嗰部书因拢唔敢太放去恋爱哦，伊就只好利用吼杂差做些的时间吼，他打唱下大嘴鼓，啊唱歌的来打情骂俏。借有杂茶的时间，有没有？啊，对，杂一行，哎呦，死鬼！好啦，今日来谈看啊，哎呦，按好看嘅表演吼，没有唱到那个客户处嘅处长来公平一下。我们最美丽的处长来了，哎，按好上我的丽萍姐姐啊，啊，我睇我心句，我上一句丢哦，你做这上一句丢。可是我哋唱山歌吼，例如哋睇查歌嘅，唱睇心句多嘅，啱個所有潛意全部夾表達出來，唱下句吼，真係我攞去啦，認真。真嘅，哎呀，金平日，來金平日的的成绩，绩啦，动作兴趣就好，快乐就好。嘿，希望金平日的成绩嘛会本清快乐，好吗？三位欣赏，來看准备咯，請給燈。那個肖女士就得得到幾多分數咧？吳老師加油！吳老師加油！作強呀，緊嘴。來，這得到紅包。哎呀，恭喜那個肖女士，這得到紅包2000元。恭喜哦！喲，永遠幸福美滿哦！係啊，那你繼續來看下一組嘅表演。揚起一片片啪啪嘅油桐花，壁啊一滴滴濛濛嘅奶露雨，看到你強強對也好過去，一切的思念就開始，想起一片片啪啪嘅油桐花，壁啊咿呀呀濛濛的相片雨，看到你強強歡喜嘅笑容，所有嘅心痛就消失，壓落一滴油桐花，化作千千萬萬嘅希望，悄悄埋記得，暴風落雨那天看是瑞歌，壓落一滴油桐花，變作點點滴滴嘅故事。悄悄冇火氣，其實那天開始有過。想起一片片啪啪嘅油桐花，
壁啊，伊夜夜蒙蒙的上片雨，看到你轻轻欢喜的笑容，所有的心痛就消失。夜路一直有童话，化作千千万万的希望，渐渐爱期待，暴风雨一那天开始回顾，夜路一直有童话，变作点点滴滴的故事，渐渐模糊黑。其实那一天曾经有过，夜路一直有童话，化作千千万万的希望，渐渐爱期待，暴风雨一那一天开始回顾，夜路一直有童话，变作点点滴滴的故事，渐渐模糊黑。其实那一天开始有过。方洋，夜路一直有童话，吼，夜路当爱加马片真得，两位都唔系客家人哦，老师哈，都唔系客家人，但是他愿意来唱客家歌，愿意替我们客家族群发扬光大，而且又唱得这么的诚恳。这首歌是我写的，我听了都很感动。我很好奇哈，那个曹俊你是怎么去学客家话？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，有那个 YouTube， 所以我就是意外的，就是在 YouTube 听到这一首歌，我就觉得就是有深深感动到我。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客家语嘛，所以我们就是罗马拼音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就是一字一句把它这样唱出来。哦，虽然咬字，当然我们咬字不能够太强 Q 了哈，对，但是真的你唱出那个感动，还有那个诚意哈，加油了！我们客家需要你们这种年轻人哈。好，既然3位老师都有感动到我们现场的朋友，还有电视机前面朋友，相信嘛，能有同层的感动。冇錯。看下上臂先生本下嘅感動嘅分數，到底有幾多分呢？老師請給燈。來看一下，評審先生本那個曹俊，哎呦，滿分，15分。謝謝曹俊。來，可以得到我們的紅包2,000條。係，今日辛苦上啲評審先生，還有我哋所有嘅辛苦嘅長水咋，鄉親土老飛，客家來上飛，夾夾報名啊！謝謝。再比，夾夾報名哦，鄉親土老飛。